阿 Riff 你好啊，時間過得好快，轉眼今年就係2017年，係你出道嘅第8年啦。喺過去嘅8年入邊，你嘅音樂、電影、電視劇都帶俾我哋好多快樂嘅回憶。而家就用以下短片嚟記錄呢啲值得回味嘅瞬間啦，希望你會鍾意。請問咧，我想問啊 Janice 咧，你隻999咧，之前咧就冇話係邊個作曲作詞嘅，而家講得未啊？請問999呢首歌999，其實咧填詞就係阿 Riff， 有啲位好英俊瀟灑嘅男仔。喺邊度啊？隔離啫。就我啦。啊 Riff。今次你係咧全隻碟 Janice 嘅 Morning 專輯咧，你都係寫晒全隻碟嘅歌詞嘅喎。大家認住阿 Riff 個樣先。嗱，而家就係填詞人嚟嘅，睇下到時有冇機會喺更多嘅銀幕啊，或者樂壇嗰度見到佢咧。咧就係我會咁形容啦，就真係好欣喜地啊！樂壇有一把咁樣嘅新聲音，而成隻碟咧的確係做得非常上乘嘅。好多謝你。嗰個風格啊、歌路啊，好統一，同埋好有個人特性嘅一隻碟嚟嘅。仲要你睇埋啲 credit， 哇！編曲自己搞，作曲自己搞，監製自己做埋，甚至有啲我 feel 到咧錄音都係佢自己剔嘅有啲聲。其實我真係好想多謝阿黎明俾我自己搞成一碟，呢樣係我覺得喺我哋香港樂壇少有嘅。就由今天開始接受咗呢一個嘅李治廷先。係啊。叱咤樂壇生力軍男歌手金獎，阿 Riff， 恭喜晒！李治廷上榜歌包括《Fly Away》、今天開始、獨行俠。好想多謝支持我嘅音樂嘅人，多謝我嘅歌迷，我會繼續努力去做好音樂。多謝。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最佳新演員得獎者係李治廷《歲月神偷》。獎品人你嚟啊！我諗佢都希望係由你嘅手嗰度交俾佢嘅呢個獎。恭喜晒李治廷！再一次多謝電影金像獎頒呢個獎俾我，我會好努力去把握每一個機會。多謝多謝。我中意電影嘅，電影係唔係話唔不惜一切，但係你身邊好多人陪你咁，有唔同嘅演員啊，又有導演啊，又有燈光師，即係變咗熱鬧好多。
個人生成長唔會係一級一級上，一跳就跳到10級，然後一跳咧就永遠係貌似做唔到嘅。但係我肯瞓身落去搏咧，就會有一啲嘢出到嚟，有啲嘢學到嘅。當你肯去正面，唔好去負面咗先，正面咗先。有啲咩方法咧？即係純粹扭一扭佢先，唔好我玩完啦。有啲咩方法？咁佢跳到天又會開啲門仔。有陣時有啲嘢，你唔好成日以為嗰刻就玩完。你肯個心態 positive，個宇宙就會俾少少嘢。我當時係遇到好多貴人，真係重量級嘅貴人，即係我覺得我呢樣嘢係我最幸運係遇到呢啲貴人。这人生就好像一个舞台，好好唱一出属于自己的好戏，莫问前程凶吉，但愿落幕无悔。这句台词很深深打动到我，希望以后的路无论是怎么样都好。有你们的支持，我都会非常努力，竭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好好演出自己的戏。谢谢。Follow me to downtown deep in the ground. 我要多謝佢哋嘅耐性啊，因為其實我好耐冇出過歌，而好多即係 fans 中意我有好多原因啊，有啲可能睇過我電影，有啲可能因為我啲歌，咁因為我啲歌嘅 fans 咧，我知道佢哋等咗好耐，咁佢哋肯繼續陪我一齊等，我覺得好感動。Softly sighs the rainbow, misty songs of old, flowing by the skyline, my secret lullaby. Softly sighs the rainbow, seldom told, flowing by the skyline, my love song